永旺紅本購物中心發生爆炸，一面牆被炸飛，露出鋼筋。據報現場多人被困，並且經確認有多人死亡，但最終死亡人數尚要確認。日本熊本縣7月28號發生7.1級強烈地震，震源深度10公里，九州、四國同埋本州西部大部分嘅地區都感受到震動。當局一度發出海嘯警報，有30萬人獲避難通知，3600個士兵被派救災。今次地震造成多個地方受損，熊本縣通往八代市高速公路出現斷裂，有貨車脫軌，數千戶家庭停電，鐵路服務中斷，有橋倒塌。亦都有大型超市嘅貨架墜落，現場一片混亂，大批顧客受困。根據日本放送協會報導，地震喺下晝4點27分左右發生，震央位於熊本地區。地震之後，當地持續發生多次黎克特制3.2級以上餘震，其中喺天草同埋蘆北地區餘震更加達到6.1級。